花式艺廊来看台湾第一届的创龄艺术节，针对着长辈者来举办各种创意的活动，透过音乐、戏剧等等有创造力的艺术活动，和长辈时代来激发着创意，开发脑部。这个一连串的活动，就会这个月开始，在全台湾各地正式来展开。创龄后盾。 和台湾五彩缤纷，2020台湾创龄艺术节要串联全台各地艺文场馆，用艺术来滋养老大人的心灵，以及健康甲活力。一个国家跟文化，它怎么样子看待变老的意义，完全就等于他怎么看待整体人生的价值，如何看到一个人长大变老的价值，这就是我们对于创龄的一个想法。 2019年，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为了鼓励这些老大人持续丰富的生活体验，10月开始，亚洲头一届创龄艺术节将在全台湾各地举办，透过有创造力的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等等的艺术活动，鼓励老大人人老心不老，青春无限延长。台湾创意高龄艺术节亚洲第一届，我们忘记那个跟在我们身份证上的数字。 而是回到我们更年轻、更乐活的这种情形。希望出来时代会使动脑兼动手。其实全台湾的艺文场馆拢有活动手册，会使替一家之宝好好啊回春一年。